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似乎有好多慾望念頭都俾你去抑制咗、壓抑咗落嚟啊！你會覺得點解自己會有呢啲嘅諗法？自己係咪唔配去擁有呢一切嘅事物，而將呢啲想法全部去隱藏咗喺心底入面，唔願意去面對，唔願意去信任。水晶卡嘅黃鐵礦提醒你要做好穩固紮根呢個步驟，沉實咁一步步打好根基，以成就將來更大嘅自己。雖然你呢一刻有個好遠大嘅慾望同埋好想要嘅未來，但如果個根基唔做好，唔準備好去獲得未來嘅話，咁樣你就好難地去顯化到嗰樣你真正想要嘅嘢啦。另外，水晶卡嘅書具來石提醒你要去療癒你自己嘅身心，釋放所有唔屬於你嘅能量，俾身心靈回復翻健康。你心入面嘅焦慮同埋着急，其實係嚟自時間、其他人嘅期望，定係社會上面俾你嘅壓力啊？你想實現嘅嘢，其實可以靠你自己嘅付出同努力去控制得到，因為你嘅人生主導權本來就喺你身上面。你依家呢一刻做好嘅，就係照顧好自己嘅心態，再做好每一步你需要去面對嘅嘢，自自然然你嘅慾望、你嘅渴望就會被你去主導翻，喺未來去實現翻出嚟啦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